近日備受爭議嘅大埔龍尾灘人工泳灘計劃，好可能又係貪爭留低落嚟嘅蘇州屎啊！曾經大力反對計劃嘅環境諮詢委員會環評小組前主席吳祖藍，星期三就大爆港府當年明知龍尾灘不宜游泳，而且工程會嚴重破壞生態，但係就仍然硬推呢一個大白象計劃，全因為貪爭，早已經私自承諾大埔區議會同地區嘅鄉紳。吳祖藍指，環諮會從未聽聞過大埔居民要求興建泳灘，而康文署亦都無法證明區內需求，令佢深信純粹係因為曾蔭權當年誇下海口，承諾大埔區議會先至會堅決發展。而龍尾灘計劃將會喺星期五截標，超過10個環保團體就計劃喺當日發起遊行，要求港府剎停計劃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